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中正区一间明星高中，因为隔壁就是非营利的幼稚园，双方来签协议，每礼拜三的早起，甲运动场借予这个幼稚园来使用。但是高中的校务组长无爱予囡仔入去，双方因为安尼玩甲真无爽快。幼稚园的师生甲家长，佮指控这个组长常常情绪失控，互大家会惊，所以请议员出面来沟通。这校长嘛承认了，讲这个组长的行为确实是无妥当，已经确定不会回承办相关的事务。不用客气，只要有人敲门打我就好，我不用客气了。运动场就伫咧边啊，煞袂当入来，两边开始冤家相骂。各中的事务组长规气直接哭落来，不爱互因入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讲话？非营利幼稚园搁一摆讲，有公文允准逐礼拜三会当使用各中的运动场。校长嘛讲，会知影无办任何的运动课，组长煞真拗打，不爱互因用，搁大声甲因恐吓，互幼稚园的老师学生啊，看甲会惊。之前的话，他都是一些言语的部分会提醒我们不要去那边玩。11月份，他是每周3固定都会出，就是可能会打电话。这1-2个礼拜的时候，他的个人行为是真的比较脱序。有家长讲，这位组长就参像学校的炸弹，才会请议员来瞧。他怕我们学生出来使用的时候，操场因为我们会有运动嘛，下课10分钟的一个运动时间，怕大孩子跟小朋友之间，所以有这种焦虑感啦。所以在这个处置上的确是有一点过当。两边拢是为着家己的学生好，不过组长的情绪激动，已经造成家长和囡仔的困扰。希望教育部改一了后，袂阁发生这个代志。